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艺人隋唐翁仔某，互因住伫个楼骹的厝边来指控，讲伊的三个囡仔定定都位透早6点就开始弹琴，搁安尼总安尼嘻嘻哈哈，一直到暗时，严重影响到因的生活。啊，甲隋唐反映了后，隋唐竟然甲应讲啊无吼，请你嘛对咧较早起床咧。即句话，即个话咧是互厝边听到真刺心。厝边讲，伊的太太阁因为安尼困袂去，爱去看医生。啊，若即个事实敢有影安尼咧？隋唐的经纪人暂时无回应。家人隋唐结婚了后，常在伫咧内面找点恩爱，和翁婿抱3个囡仔，规口罩笑甲甜蜜蜜。想到煞去住伫咧下面的厝边，指控讲楼顶伤过吵。我老婆也碰过隋唐，那隋唐居然说啊，你就跟着我们小孩子早点起床。我说这真的是不合理的要求嘛，吵得我们不得安宁，连我老婆都去看精神科医生了。然后我碰到他隋唐的老公 Tony， 他也跟我讲说 ，Don't speak to me， 一副好凶的样子，我都怀疑说到底是谁吵谁呀？隋唐翁仔某开青华班，买伫咧台北市中山的社区大楼，不过对厝边来讲，煞是噩梦的开始。查甫人指控为去年7月开始，逐工下早6点外，拢会听到走总弹钢琴、去电器精彩的声音。搁捌伫咧9月当面反映，佮用赖咧甲伊讲，不过情形一直无改善。10月17发律师函尾调解时，查甫人要求隋唐厝内铺隔音地毯，嘛愿意倒出一半钱。隋唐就讲会影响到设计，就甲伊讲唔免。我觉得那个影响到别人的起居生活作息，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好。尤其像我们这种年纪比较大一点，听了有点心重心脏快受不了。继2楼的厝边毛甲收尾反应，不过声音精彩问题嘛是解决袂好势。我是隋唐。隋唐结婚后头一摆翕电影，事业家庭拢过真好。今麦逼这个纠纷，隋唐搁打也未回应。啊，那查甫人委任的律师讲，两边今麦也未达成共识，有可能会提出民事诉讼来捍卫居家安宁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